每年1月13要选举，伫选举的前一天，选前之夜，通常拢是会办大型的造势活动，要拼出气势。因为伫1月12，民众党即届是抢到总统府头前的凯道的路权。因为伫1月初9至11，凯道的路权是专拢予民进党包起。国民党的侯友宜选前之夜，有可能是登去邦桥的体育场办造势。 表演说，佮较早以来，大选的选情之夜，总统府头前的凯道拢是各党一定会抢的所在。13透早去网路开始抢，结果民众党摕到1月12的路权，民进党是包1月初9到11的凯道，国民党是拢无抢到。已经74岁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，佮连续几暝特别去网路加比听，但毕竟嘛是比苏北人。因为没有去过网咖嘛，那去的时候觉得蛮好奇的，个个都是好手在那边嘛。那我们同仁进去，就是觉得我们的速度比较慢。等到我们把那些所有的表格格式都弄好了，点进去的时候，可能都差半秒钟或0点几秒钟，那我们就被抢走了。我们目前场地还在确认当中，那我们会再询问清楚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针对选前之夜的规划，我们后续整个竞选团队也会再做妥善的规划跟安排。1月12选前之夜，目前照各党的规划，民进党暗算伫凯道，备案搁伫北门头前。民进党第一选择是台北市，有可能照往例伫中央党部头前举办。国民党是抢到邦桥第一体育场，选前恢复新北。不过虽然民进党是抢到12个凯道，但是前3天拢是民进党包落来，舞台布置的时间有可能无够，出现难题。所以从进场到撤场只有1天，那么光是搭设舞台，可能就要去掉半天的时间，走一种比较不一样的选举的策略，也就是在选前之夜，我们的整个的场子可能会跟蓝绿两党非常的不一样。民进党讲目前会先思考安怎伫遮尔短的时间内，甲舞台搭好，得到上好的效果。只是连口说讲因照着凯道颠倒，互看到因的缺点。但伫韩讲唱书人就等因偌好个，一般的人是真歹认同。好有支持者徛出来，甲凯道是踢头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